個人飛，哇！你真係有得啊！要來破壞台灣定位，你就真好哦！來啊！今仔日就是要甲台灣定位徹底綜合，捍衛基，人家中原飯店個個難出良心來啊！將因得過當山啊！喂呀！緊張！中原飯店2月6，上陽道東河西灣路啊！加伊的幸福，加伊的幸福，加伊。